来到水那哦，咱主要拜番薯了嘛，有无？可爱食啥？番薯了嘛，番薯了嘛，食啥番薯哦？番薯啊，拜托大家牛你好，伯你好，你看这番薯偌水咧！所以水那就是番薯出产地的特色咧。这是几号啊？这57号。啊，番薯分几号？17号。番薯拢总有60几种种。咱恁的号码是用什么去号的？这号码是改良球出来，咱袂使甲号。安尼咱来食看卖。就是这个味，就是这个味啦。这条。龙腾哥。哦，拜托好漂亮呀，兄弟看。哇，这个水嘞，够水的呢。香，好好吃哦。我来讲，恁这番薯好食就是，伊伫花唔正海，啊唔正山，所以吃一条。海个中好。有迄咸温的线。哦。咸伊的翻丁。翻丁啊盐，有伊的盐嘛。反正咱一般咱咧用什么？安尼做水果哦，咱来浸咧浸盐水了，拢加足甜的。哦，对，洗水果的时阵。台南的番薯会揪会丁，但是对丁也袂着，丁来番薯就是会塌。哦，好好吃哦。我讲热天较热啊，我看牌啊有写什么夏天热卖的什么？冰地瓜。冰地瓜是什么？而且个冷冻的呀，冷冻起来。他们在那个番薯的冰沙，对，哎，买当赶快我的笑啊，糖果啊，在那边。那边啊，伊番薯咧冰起来第4天。这个 ice cream 的呢，小的嘛，它甜到真的像是我们那个腌那个糖的那个番薯嘛，然后嫩哇，米，它来这个冰的，看 ice cream 啦。哦，这爽哎！我看热天人会爱食，咧食咧规个心头拢凉起来，对吧？我用这个番薯哦，伫咧古早个善食人咧食番薯枪啦。哦，对啊。啊，即马是好个人咧食。即马我们健身运动拢食这。那番薯啊，番薯可以番薯啊，救人无功劳。咱较早日本时代咧丰收的时，就是阮阿嬷有讲啊，讲番薯嘛，无番薯，才有能死看较低。哦，有影咧，较早拢食番薯啊，拢食番薯，食到饱的啊。我细汉就食这大汉番薯针算会低啦，跟老公白米啊煮来，用多食。哦，对，阮兜嘛是安尼食的。我多要叫上青的嘛是食。青的嘛是食。啊，就较早饲母囡仔，就去街啊，共头学一条啊，用迄落。啊，做一样咯，啊，才无钱啊，找秃头的。嘿啦，啊，就好了，推一个啊，秃头啊，拉出去就落起来。哦，安尼就直接食，青椒。对啊。较早食人咧食青的怎啊无？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在底下面。哦，安尼足多啊。哦，很凉，金香哦，你对啊，金香。来，来。